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今仔日是台北市入冬以来上寒的一天，中部合欢山甲玉山拢落雪，宜兰太平山也落冰沙啊。外媒在咧羁押禁见，民众党和支持者上街路抗议民进党政府，由国民党的立委到场赞声。嘉义太保有救护车过路口的时候，撞红灯的小客车浪，车顶的病患送病院，表示死亡。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月11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强烈大陆冷气团和台北气象站透早落到11.3度，是台北市入冬以来上寒的一天。因那中部合欢山为昨暗开始有落雪，土骹积雪到3公分高。另外，伫咧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落今年头一场冰沙啊，吸引人伫上山去看。天还未光，雨水参比赛一直到，真侪游客早暗到上山排咧等，总算迎接太平山第一场比赛，拢十分的欢喜。第一次看，对，银白色的世界，虽然说可能不是雪是线的，可是银白色的世界真的很漂亮。都还蛮漂亮，他小孩都很兴奋。哦，好，玩得很开心。伫中部的合欢山，伫拜五暗时9点外，甲拜六早起6点外，分别落雪。上雪楼路边甲周边停车所在，拢予白雪砍掉咧。拜六早起，虽然雪已经停，部分地区有望积雪。公路局也派签雪车清除路边的积雪。工作人员透早开门，就看到一直落雪。强烈大陆冷气团带真侪水汽，玉山北方气象站也阁予白雪砍掉咧。暗过当地风速强，雪落来就予风吹散去，积雪无平均，差不多0到3公分之间。气象署表示，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天气继续感受寒冷。拜六本岛上低温出现伫苗栗大湖甲新北市公路测站，刚到8.3度。台北站透早低温到11.3度，从当天以来台北站上低低温纪录。不过拜一到拜日，康跨地区有望有低温10度以下机会。这个周日到礼拜一清晨这段时间，可以看到各地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整体的温度下降的到了最低点的状况可能会比今天还要明显，所以在整个近山区或者是西半部的同行地区，有可能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会比今天清晨再更低一些。一直到下礼拜二13日开始，强烈大陆冷气团才会豆豆减弱，不过各地日夜温差大。到下礼拜3，则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北部、东北部地区天气会阁明显转寒。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外媒在互人羁押禁见，民众党和支持者伫咧今仔日司法节上街路抗议民进党政府，由国民党的立委到场声援，也拿民进党方面是表示尊重。另外，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民进党调委张嘉宾，甲后礼拜一的会议主题改做民众上街头对抗司法审判，敢有妨害司法公正罪，这是互国民党立委齐卡新批评是累戒严。绿色维权，绿色维权，司法不公，司法不公。民众党在号召支持者行上街路，诉求司法正义。未赞成前主席郭文铁因为假发涉案甲政治献金案被关押。那郭文铁的小妹郭美兰到现场，给要陈培基更加是大声维护先生的清白。既然有媒体认为他来看爸爸是准备要逃亡，是可忍，孰不可忍？爸病危，请让阿北回家尽孝。有着报条，呼吁予郭文铁登去思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伫面册赞声，党中央干部啊超过10位党籍立委也到现场支持。民进党是表示尊重，也佫呼吁莫用无正确事实鼓动民意。对抗民进党这一个绿色威权的恐怖统治下面，台湾人民不分党派都应该要团结在一起站出来。如果你的主题是
没有办法得到多数人民信任的，反而是在的把民意压缩到极端化。我想，民众党会让自己的支持者越来越少。另外，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民进党调委张嘉宾变更下礼拜13议程，加主罪解说，号召民众行就归路，对抗司法审判者是不是妨害司法公正罪现行犯，引发在野不满。对于发起这样的群众是否会去影响司法的公正审判，我们觉得也要来听听司法实务者的心声。钟嘉宾，如果你觉得我们都是现行犯，你现在去报警，把我们现在在场所有人都抓走，看你敢不敢？你民进党心中的小警总是不是浮现了？你民进党是不是才是真正的在学习尹锡悦赖戒严？支持者继续来集合，对着号召民众行就归路，司法院解释应该受宪法集会保障。法务部也表示尊重集会游行自由，那看涉评测应该看个案立定。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草屯镇长简景贤去年过身，后礼拜六被补选镇长。这个休假日各候选人拢扫街拜票，佮邀请党内的政治头人拼阵提高选情。简直胜，动选。市场内当选声真大声，南投草屯的镇长补选选前最后一个拜六，国民党候选人简树成在伊来传统市场拜票，对家己选情有信心。台北市长周万安、南投县长柯淑华嘛陪伴拜票，拢讲简树成伫担任议员期间服务实在，肯做实。我在地方的服务非常扎实啊，地方的讨论证明对我的信任度非常的高，我胜券在握，没问题的。我们一定要让有经验、肯做事、会做事的简次胜来担任我们镇长，为我们乡亲服务。蔡明轩，给你拜托哦，拜托支持。徛伫宣传车顶，甲民众邮票。民进党草屯的镇长候选人蔡明轩，有共党籍立法委员郭玉晴、陈培如、罗美玲做伙相挺。蔡明轩呼吁少年人回乡投票，为故乡选出无共款换头的人。年轻朋友我们这边还是要呼吁他们要回家返乡投票尤其是我们草屯过去大家都会觉得需要不一样的一个掌舵者了那也要靠你们。那我们今天呢，就特别想说，礼拜六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帮明轩加油。草屯镇人口9.7万人，是南投第2大行政区。原镇长简景贤去年11月过身，唔知展开补选。较早哪里阵营拢捌执政过，即届两党拢杀出当地议员参选，两个人连续伫政策也甲违建这个议题论战。因为18投票日晚近，嘛互选情更较激烈。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阁有一个疑似向美丰店的食物中毒案件，目前通报个案有59个人，卫生局正在调查当中。另外有通报的民众接到业者的电话，讲会甲因包红包甲礼券，小机会是批评真无诚意。因若法务局的部分是要求业者爱退钱甲赔偿医疗费用，业者承诺讲8日会回应。向美丰店好亲像食物中毒案件，佫新增加一个通报个案。伫1月7日中昼时段用餐，测试透早破病了后，测袂起诊所就医。台北市卫生局统计，通报人数伫1月7日用餐的有44个人，1月7日有15人，统计已经有59个人。针对想微丰店疑似食品中毒案件，调查结果确定后，卫生局会对外进行说明，消费者除可透过调解机制维护自身权益，亦可于过程中随时针对业者提起消费诉讼。卫生局讲案件搁咧调查，按国民众若是有消费争议，会当申请消费争议申诉甲调解。目前已经收到5件申诉，邀民众伫社群网站分享已经有收到业者敲电话，讲会包800块红包加1000块集团礼券。对这个代志，消基会认为业者诚意无够。使用了以后呢，已经发生这样子一个事件，已经是非常恐惧了。还强迫受教育者还要拿这个消费券再去做一次消费吗？不是用全部的金额来做一个赔偿，这个也是非常不恰当的。消保官要求公司要先行退还餐费以及给付医疗费用。公司会在研议后下周1回复本市府。台北市法务局要求业者好好处理，业者承诺对停业期间已经订位的人客，若无想要改期也是改分店用餐，取消订位会加赔退还定金。业者嘛向法务局说明，对部分用餐的消费者已经提供慰问方案，赔偿方案爱等卫生单位的调查。公司原来会向保险公司确认相关保险理赔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太保有救护车过路口的时，摔予撞红灯的小客车龙，救护车顶的病患送病院，要是死亡。
也若伫咧高雄有警察咧处理交通事故的时，指挥交通煞险险去互车浪，加在人无受伤。严重哦！赶到车祸现场的救护车人员记录到无偌远的头前有2台车拢甲正正力。你看几个受伤？救护人员赶紧落车，发生事故的2台车，一台是救护车，有载病患甲护理人员；另外一台小客车，拢总4个人受伤送医。不幸的是，本来救护车顶的病患经过急救，也是救无倒来。车到下晡晚近4点，透过监视器会当看到救护车伫通过加56线路口无减速，启动到青顶直行的小客车，弄甲正大力。救护车有道路优先权，但没有绝对路权。行驶道路应该注意左右来车，确保交通安全。记者重新回事故现场，也看到弄甲脆黏黏的头顶万麻的脆片，还有一个红毛头石墩嘛弄叛去。定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是讲，因为路真宽，所以车速拢会真紧。佮讲当高铁通过时阵，因为声真大，恐惊连救护车的声嘛听袂到。直起的，你也红灯正常要过车，路口速度嘛爱减慢落来，唔是你开鸣笛。我讲开鸣笛，未必人拢有听到。假你也倒高铁会过掉无？拢叫，无人听有啊。11早起9点外，高雄南仔溪有一个路口嘛发生汽车追撞的事故。油车弄电动车，2台车的驾驶拢无啉酒，追撞车的车头规个毁损严重，需要拖掉。由远景到场处理，搁指挥交通。煞有另外一台乌色的车倒来的时阵，险啊弄到远景，好在在远景无受伤，装备嘛无受损。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透早发生2件车祸，大道区有驾驶食酒塞车，可能因为弄红灯弄到路口青灯要直行的汽车。也伫咧太平区有驾驶细神塞车塞对向，弄到一台乌多摆随倒火烧。也伫咧苗栗有妇人人对路草无熟手，行路行到国道3号顶悬，加在去互顺路的警察护送离开。监视器翕到一台小客车经过台中太平区太平路向开向对向的车道，弄到一个骑机车的人，机车跟入去汽车的车底，互拖咧走，山内才倒火烧起来。代志是发生伫11早起6点53分，4人的开车的人讲，家己伫上班中途一时细神造成车祸，甲对向这4楼骑车的人相撞，4楼这人喷飞到车道顶面，规身躯真侪所在切着伤，送医急救，加在无性命危险。事发了后，消防队赶到现场来拍火，双方无啉酒，事故责任还佫调查。应该是我闪神来，就没有注意到他。刘姓女子身体多处擦挫伤，意识清醒。由119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护，尚无生命危险。现场驾驶经酒测均无酒精反应。刚刚透早4点外，台中大道油园路甲中正路口，是发生2台轿车高速相撞意外，敢若是白色轿车抢红灯，甲反向nguyên色轿车相撞。白车失控直接弄去店头的顶仔骹，2台车车头受损真严重，车顶5个人受伤送医，加在无性命危险。2台车开车的人拢4人，经过酒测，这个白车4人的人酒测值超过标准，今后依照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上台中地检署侦办。他就是完全没有刹车。他我闪不掉。一方林男经实施酒测，酒测值超标，全案依事故处理程序调查处理，并依刑法第185之3公共危险罪，函请台中地检署侦办。也地苗咧，受59岁姓柯的妇人人，早时7点左右对德南交流道行上国道3号，国道警方巡逻车伫北向119公里的所在发现伊的行踪。伊讲想要落南沿路行，却是无细里行上高速公路。警方后续除了护送这姓柯妇人人落国道，也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伊3000到6000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加州洛杉矶的野火烧到今已经是第4天，到初十为止已经烧超过1半的台北市这么大片，超过1万栋建筑被烧掉，至少有11个人死亡。这段时间传出有侪所在消防针无水通用，也那州长是已经下令调查。另外，这场火灾保险理赔金额可能会达到新台币6600亿，可能让加州的保险市场发生危机。为空中看洛杉矶郡野火烧了后的情形，那亲像去互人攻击过的战争惨况。这场美国历史上上界严重的森林野火灾难第4天，目前还有6个火场还搁咧烧炭。
虽然组长会社的圣塔安娜强风已经小可减弱，柯尼斯会场也有50%的面积得到控制，不过这4天落来已经烧毁145平方公里的面积，超过半个台北市的大势。若强风可能伫后礼拜会更增强，特别下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切实再承诺予灾区一切必要的协助。So we're going to keep working 24/7 to support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to fully stop these fires as soon as possible. 野火烧团的真侪灾区要宣布夜间宵禁，严防有人趁机火抢劫。若是予准总统川普批评失职，要求伊落台加州州长纽森，切实正式下令调查是安怎伫野火期间有真侪的消防水头水压不足，无法度供水，严重阻碍消防员拍火。前几天度民众不满消防水头根本无水。Fire hydrants are empty. Firefighters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but we need to do things more proactively before. 因为大火造成空气品质真差，洛杉矶郡切实宣布进入卫生紧急状态。纽约时报报道，大火期间，太平洋断崖火场区一个关键水库停用，嘛是拍火水源不足的原因。专家指出，加州的供水系统是为着城市设计，本来就无法度用来应付这种大规模的森林野火。另外，目前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万栋民家甲其他建筑。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保险理赔金额可能超过200亿美金，外卖超过大票6600亿，金额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也有可能会让加州的保险市场面临破产。其他公司是预估这场野火会造成上济1500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外卖大票4.9条大票。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台湾队摕到世界12强棒球赛的冠军，保守林家正目前是自由球员。最近日本媒体甲伊采访，伊讲无排除到日本去发展。林家正下晡出席活动的时阵是讲，也是想要往美国去发展为主。也那现主时的任务是爱甲受伤的手顾好，才通恢复训练。大使台湾最帅捕手林家正。林家正节出现，球迷拢翕相录影，大声欢呼来欢迎，也未感觉伫外口落雨真寒天气会忝咯。其实我一开始我就开始看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可以讲嘛，它本来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很有内涵，然后讲话就是又很温暖，然后又知性又时尚。第12强好表现，温暖的人格特质甲特别的流行品味，林家正引发女性球迷喜爱。这摆担任百货公司过年大动宣传大赛，拍广告甲球迷见面，伊讲感觉真新鲜。大家像做一些这些活动，我觉得蛮新鲜的，所以这个今年的季外，我觉得过得非常的快，那也很开心。林家正讲，12强冠军战手的骨头有伤到，下礼拜6予医生做最后一摆检查，就说开始来做棒球的训练。也来未来动向，先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礼拜天未来到日本职棒发展，严军来会使延续旅居美国职棒生涯，伊也真欢喜。合约上面的话，事实上就是我还是想往美国的方面，那只是就是这个还要跟经纪人再做一些讨论。中职还不在你的选项之内。这我还不确定，因为现阶段我觉得先把手伤养好。手骨的伤身体好，恢复训练。林家正也讲，真久无伫台湾过年啊，今年过年也较早，若有机会伫台湾，会好好享受甲厝内底人团圆，也个过年闹热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今年会正式行到超高龄社会，为了培养中高龄族群学习成长，有基金会到社区大学，教大家利用声音，把身躯边的故事记录起来，学上事件的 podcast， 互因对着少年人的脚步。今天呢，我们要播放的题目是《社大开学去》。用广播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社区大学所学到的经验。在地新竹人带领大家寻古迹、探新视点。另外，还有人透过声音来记录新竹的故事以及文化。除了老师甲阮教讲，阮安怎做 podcast， 搁有爱伫迄个手机啊的迄个影音爱剪辑，所以我感觉讲，我。这个物件是我是时尚老人。接触到这个 podcast 以后，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其实就可以做了。然后呢，他们就会应用在生活上，不管是旅游或是家庭聚会，他们都可以从事这一方面的录音，然后再做成一个 podcast。根据内政部统计，台湾55岁以上的人口数
今年已经超过800万人，为着丰富老大人的生活，地方公益馆找来专业的老师，教因安怎做现代少年人长时间的 podcast。希望讲对咱咱较就是讲算壮世代吼，会当有一寡技能啊，无共款的这种自媒体的培养，甲咱身边的故事讲下大家听。啊，讲实在，这个故事啊。放做伙吼，啊，大家咧听，你对新的愈来愈有感情，啊，对因来讲是一个挑战，啊，毋过嘛是一个成就感啊呢。学员自节目规划、配音、剪辑到完成作品，逐项拢家己动手来，利用声音记录新德味，分享在地好耍趣味的所在以及故事，把学习到过去毋捌接触过的新体验。记者君和新潮报道。观众朋友，敢有看过台文写的食谱？有台语媒体人用台文出版市面上头一本台语文食谱。伊讲，这除了是咧孝念伊的家乡南投的好滋味，也是咧希望大家通以生活化的方式来认捌台语文。好，所以咱即阵咧先把这个用菜切的吼，甲规杯用菜摕出来切做几落份。好，咱加胡椒粉，加3一撮。过来豆油，甲碗公内底牛肉丝生一个，就会当准备来炒菜。好，3一撮盐。炒好硬到盘仔内底摆好好势，真好食款的沙地用菜牛肉就完成啊！台语媒体人曾伟民出版市面上头一本全台语文写的食谱，用母语来教人煮食。华语书写无法度完全来去做呈现的时阵，台语颠倒会当帮助。咱讲每一个动作拢无共款。过去有讲即个烫物件嘛，也是杀物件你华语拢是传统，但是你若是烫物件、杀物件，也是迄个入水的这个时间是完全无共款的。张伟民讲出这本台文食谱，除了是以孝念家乡南投的味，也是希望透过这本册，让大家用更加生活化的方式接触台语文。负责出版的前卫出版社也希望，让大家用母语熟悉节食文化。你连去菜市啊买菜，可能都唔知迄菜叫什么名，对不？对啊，而且台语嘛有真侪伫即个咱的食食文化内底，台语真正是一个真重要的表现。张伟民讲，这本册唔但用台文书写，内底也带读者认捌客家族群、关注民族群的节食，希望透过这款多元族群的展现，让大家趣味熟悉各款族群的料理文化。记者郭北君、柯明哲、曾准由台北报道。重型奥拓摆比赛是一项真需要技术的极限运动，现在是伫咧台湾是真欠相关的设备。不过有一群少年人家己装钱去学，就是希望台湾人也通伫咧世界比赛得奖。下暗7点半，公视台语台青春台的网要带大家做伙来感受这项比赛迷人的所在。全副武装、油门催泪，在引擎的声音当中，重型机车的车手伫咧赛道向前冲。不过，在台湾并无符合排气量1000cc 赛车规格的赛道，嘛无相关正式的比赛。致使这项运动在台湾一直无法度好好来发展。虽然是安尼，这点有共同兴趣的友志，也是家己出钱出力积极训练，要让台湾徛起伫国际比赛颁奖台。伫台湾啊，咱去赛车场算的成本是足悬的，报名费就1万块，练啊万几块，爱开的话无的可能爱3、4万。阮某拢足支持的，阮某会甲我笑啊，讲你拢几岁你无爱去做，你要等几岁再去做。这是一个梦嘛，要做伙有成就感，迄是爱大家做伙来。你说你行中，你莫行了伤内底嘛，莫行了伤开。车队成立到大，才先摆袂唱步，尽量甲大家分享经验。也若少年辈嘛愿意加入，因毋但要做伙实现梦想，而且要互更较侪人看到什么叫做正版的赛车极限运动。当然，你接近极限，你可能车就开始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那其实这些都是透过阿纯或者 Eric 或者一些车队的前辈，他们跟我分享，然后我慢慢吸收。所以每次下来练习，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练习，就是整个团队就是要互相沟通。所以赛车就是一个团队的运动。车队为创办的成员、选手到技术，这几年的时间，成员之间的合作是愈来愈大吧。除了去外国参加比赛，摕到好成绩，让其他的国家看到咱台湾。
即嘛，更较希望会当甲这份公营早转来台湾，互政府、企业甲每一个台湾人，拢会当正确来了解这项世界性的极限运动。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最后，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2度到17度，中部地区11度到20度，南部地区10度到23度，东部地区12度到20度。大岛地区8度到17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培坤。稍等下车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速度、热情、斗志，在赛道挑战极限，绝对唔放弃。今年10月第3站，那我就是晋升到 A 组了。A 组前5名就是亚太。